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梦里甲桂花，阮的孙仔今年要4岁，伊会晓认2种花，一种是梦里，一种是桂花。秋天桂花开的时，伊问大姨：梦里花当时开？我讲桂花开伫凉凉的天气，就是穿长袖黄仔衫的时。梦里花会开伫热热的日子，也就是穿短袖黄仔衫的时。阮的孙仔今年要4岁，伊已经捌2种花，一种是梦里，一种是桂花。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13集，欣赏的是高雄的千芬小姐所带来梦里甲桂花。说入去，咱邀请千芬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缘由，以及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即阵的囡仔吼，离大自然愈来愈远。伫生活中嘛当有电脑甲手机啊。我拢甲我的学生啊讲算笑讲，恁的世界当有3个荧幕啊，第一个手机啊，第二个就是电脑，第三个就是电视啦，剩的拢无别项啊。所以因此吼，我伫我的孙仔足细汉的时阵，我就会带伊去看星，搁去欣赏天顶的月亮，去捌一寡种伫咱厝边的花蕊。因为我感觉吼，咱培养咱的囡仔会晓来欣赏大自然的水吼，是非常重要的代志啊。自细汉开始，咱就互伊养成会晓来欣赏大自然的这种的习惯吼，互伊对大自然伊就有感觉啊。安尼吼，我相信伫伊这世人，伫伊大汉以后吼，伊的心内会一直有一种萌雅气安尼，吼。这总比伊规工拢头咧咧在看手机啊，搁较好啦。所以吼，伫我的孙仔3岁外的时阵吼，迄一冬第一摆桂花开的时阵，我就带伊去看桂花的花蕊，去闻桂花的香味安尼。伫阮咧欣赏的时阵，伊突然间甲我问讲：大姨咱才会看桂花梦里花当时开？我就想一下讲，伊打3岁外，也未4岁，我要安怎用伊捌的讲互伊听？伊嘛毋知影啥物货叫做春夏秋冬啊，要安怎互伊了解？我就想的一个灵感讲，就讲伊听有的物件来解说互听，安尼就会使啊。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就用穿长袖黄仔衫甲穿短袖黄仔衫来解说互伊听，因为像是伊穿长袖黄仔衫嘛，这是伊理解的方式，所以伊听伊就理解，所以我就用安尼的方式教伊来分别梦里花和桂花到底是当时开。阮的孙仔今年要4岁，这个孙仔吼，毋是咧讲阿公阿嬷的孙，迄个孙仔是咧讲姊妹仔的囝嘛，叫做孙仔。闽南语咱会使安尼讲，这伫国语叫做外甥啊，闽南语嘛会使叫做外甥啊，嘛会使叫做孙仔。那这个孙仔这个字是要安怎写咧？其实就是国语外甥的甥这字啊，外甥的甥这个字就是孙仔的写法，就是安尼。好，搁过来长袖黄仔衫的要安怎写？咱饭碗的碗迄个字吼，迄个石头边
倒手边的石头边吼，咱甲改成衣服的衣字旁，甲改入去。这个字吼，就是台语咧讲长枪黄啊衫的啊是讲这个的台语的读册音念做弯，啊讲话音会使念做啊是安那有安尼呢？其实这有时常常用到，比如讲一个演员叫做阮经天，这个阮，迄个越南的人无做个姓阮的吼，这个字吼读册音嘛是念弯，啊伊的台语就念做啊像阮高雄遮吼有一间病院叫做阮外科，啊阮拢叫外科，所以有这个，所以这是咱常常用到的啦，所以咱甲饭碗的碗迄个石字边改做衣服的衣字旁，迄个就是抢的啊咱国语讲惜字。啊，搁有就是讲诗的上尾啊，我讲伊已经捌两种花，这个捌免怎写咧？其实这无啥物困难，捌有三种写法。第一种就是分别，咱讲离别，要离开啊，分别的别，别分别的别，迄个就是捌，它有分开嘛。第二就是辨别辨，办公室的办中迄个力量的力摕走摕倒，迄个辨别辨，迄个是一支刀甲物件切落，你就会看西瓜切落开，我就会知影伊这是好的西瓜啊，歹的西瓜啊，这个嘛会使做捌。第三个就是咱可能会感觉搁愈较专业的数字的8 1 2 3 4 5 6 7 8的8，这个嘛会使做捌。你看捌8是两边伊无两片分做两边，这个嘛是会使叫做捌。所以咱捌什么话捌什么话有三个啦，分别别、辨别辨，搁1 2 3 4 5 6 7 8的8。梦梨花伫咱台湾相当受到喜爱。上日起，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咱来介绍梦梨花的特色。梦梨花，嘛有人讲梦梨花，咱一般看到的上传统的，迄叫做细蕊的梦梨花。啊，即马有一种大蕊的，叫做虎头梦梨。咱一般即个花，咱除了摕来观赏以外，有真侪人甲伊种伫花园，伊真正清芳。而且台酒嘛有甲花坛遮做合作，做一个梦梨酒。伊除了会当摕来做香料，而且嘛会用摕来制作茶。嘛有人用伊的花苞来甲茶叶做伙做香料。而且伊阁会用作为药用，就是伊的花会当互咱理气，会当互咱解郁止痛。梦梨花伊阁会当健脾，拿来做纯露来喷的伊有美容的效果。嘛有人摕来做杀蚊芳油或者是芳水的原料。梦梨花在过去，伊的原产地嘛有人讲是按印度来，所以在印度的少年人真介意送这个梦梨花予伊心爱的人，表示爱慕的意思。这个当地的小姑娘介意将这个花这个礼物甲伊插在头鬃管顶，表示这叫做不变的爱。所以讲，这个物件伫咧印度这个所在，大家甲伊称呼叫做爱之花，这就是伊的花语啦梦梨花伊真可爱伫咧印度的婚礼是占着真重要的位置因为咱拄则有讲因介意用这个物件来表示因的爱意，所以伊的花语是可爱、幸福、甲亲切的意思所以在近年，足侪人就摕来咱的点心啦，也是咱的花茶啦，也是咱所用的化妆品啦，拢会用到这个梦梨花。阮的孙仔今年满4岁，伊已经捌2种花，一种是梦梨，一种是桂花。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千分写诗，关秀萍小姐讲解花草实物，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